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早期我哋讲到泰国北部嘅金三角，我哋睇得都相當講，基本可能係賣毒品，但是停頓時代嘅進步，更加喺泰國嘅金三角已經同以前冇同樣嘅，但是與以往相同嘅係，一定當地學校還是堅持要用我哋嘅繁體嘅法文嚟做教育。嗰時我哋台灣每年差唔多暑假嘅時間，我哋嘅學生嘅如果去到幾片去聽書一定法文嘅教育。我哋今日邀請到係來自愛登屏東女僕嘅邱飛山來到我哋現場，而家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喺差唔多嘅暑假嘅時間，會去愛登泰國嘅萬盛帖泰同中學去協助伊哋法文教育。咁到底又係用去進行嘅咯？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飛山來到現場。飛山好，主持人好，電視上嘅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女僕嘅邱飛山。我哋會有請到飛山吼，是因為吼我常常喺飛山嘅面書上面都看到講，一隻客家冇人疊疊走去我哋嘅泰國北部吼，然後看到個喺啲我哋萬盛帖嘅泰同中學，我想請問一下吼，因為其實我哋講幾時間早期會去嘛吼，咁後來我按點話去咯。因為同伊哋感情幾好啊，常常會去看伊哋，參加伊哋嘅活動，聯繫下感情。聯繫下感情係咪？唔講我哋咧飛山吼，其實看到嗰人強，同時有個客話嘛講得幾好。通常吼看到安尼後生嘅客話講得幾好嘅吼，我聽佢問講，你是睇那台喏，客話我講安好喏。我本身就係喺女僕嘅啦，我係桃園出生嘅，因為同我阿媽阿妹歸來屏東，我阿妹一定係晚5、9歲嘅人，係本身就係客家狀態啊，係那同我嘅阿婆講客話，係嘛學過一些客話呢。因為一般來講嘅話，真正都講睇客家狀態嘅話，然後隔壁鄰沙啦，全部都講客話，多多少少都講客話啦。但是問題係講，有啲人譬如講萬歲又講過客話，但是你讀書嘅時間，可能會記唔得啦。我會忘記得用講客話咯。我其實萬歲嘅時間嗰時候講客話，我媽嘅記憶講客話。按過我萬歲嘅時間，我哋屋企有賣麵啊，係常常會接觸一個人客會講客話，會談啊。後來喺我哋嘅竹田教會啦，竹田教會我嘛係講客話嘅教會。後來我做一個執事。好，就是愛用客話來帶領我哋嘅心中來談聖經安尼，所以要練習我哋嘅客話。可是真正都講，呢一件事情，除了要有環境以外，天意愛會用，要有啲用嘅機會，我唔錯啦。以前可能做生意嘅時間，我常常我談到人家講，我用客話來點某個東西，但是佢客話嘅範圍個細。但是你真是要用客話去工作嘅時間，冇簡單哦。尤其要介紹聖經嘅東西，又唔可以亂講。好，同埋有時間，但是有時也要講嗰種貴講嘅話，要本他個人提供也係聖經裏邊內容嘅時間。如果發現到學習客話嘅內容已經會越來越豐富，同時會講嘅越來越深。對，越來越髒一些。冇錯。咁從即個安尼研究嘅話，吼，你哋讀書嘅時間係咪已經有某個鄉土教育嘅係咪？我嘅時間嗰種有，冇乜嘅印象，唔過後來我去竹田嗰時候做先生嘅時間，嗰時學校就有客家嘅一個課程，我嘛有時間上課嘅時間嘛會同學生來講客話，係會同伊嘅交流一下。係啊，嗰時冇想到過以前阿妹嘅話，而家變成工作地位部分嚟嗬。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常常會有等人講，我做為什麼要學客語？以後用不上。我只能跟你講，不一定哦。人家要有個機啊。真是，你即係你提供那個我讀到一個行業做冇到一個節目嗬，咁可能會有啲機會幫用客話來工作。就嗱，嗰啲譬如講，前面一啲主題都講，唔知喺來去我哋咧泰國嘅北部萬盛帖嗰邊咧。喺同中學去嗰邊去做我哋法文教育嘅一種協助站嘛，嗬。我有安尼機會去到嘅地方咯。
哦，嗰時係我大學嘅時節，我大學讀中正大學吼，伊嗰時我哋嘅大學有一個國際職工嘅計劃，係一定就想伴我哋大學生來招募，吼，有意願嘅話可以來報名參加，我看到一個計劃，我就幾有興趣啊，係嘛，幾想去。國外去行唔但請去行啊嘛，可以個做志工，吼，有一個體驗生活唔同嘅交流，安尼，所以我就報名，又參加一個國際志工嘅計劃。出國話做志工一件事情，做志工一件事情，做冇我本感覺到佢有興趣咯。佢好嘅每個問題吼，我感覺講一個做志工嘅過程，可以學習幾多東西，唔但淨係去人哋講買東西啦、逛街啊，也係講體驗而家看了安尼，唔但淨係安尼，係，我感覺講去做國際志工咧，可以同當地各有各層嘅認識，佢哋感情嘛會幾好，而且我同一個志工嘅過程當中咧，嘛可以自我的對話啦，同自家對話，吼嘛可以有嗰度嘅學習安尼。佢回到我哋今日嘅主題吧，有一件事情都講萬神帖，吼，因為我頭先有講到嘅係我哋泰國北埔，但是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大約說明一下，其實佢萬神帖係點樣嘅地方，同時呢邊嘅環境係點樣啊？好冇？好啊，萬神帖吼，一個地方係喺牆內一個地方，喺泰國嘅北埔嘛，佢比較山上啦，係而嗰片嘅過去呢有一段歷史，吼，我哋嘅一個國民黨嘅後裔，吼，來到撤退到嗰片泰國嘅北埔，留到嗰片來一個生根，吼，睇嗰片神法。後來嘅一定嘅後裔就在這邊有經營一個中文學校，因為一定會把一個中文一個中文的文化可以流傳下來。一個萬神帖呢，嗰邊有個幾有名嘅人物，就係講張祈福，吼，張祈福。一個張祈福呢，在網絡上搜尋的話呢，可以看到一個跟毒品相關的吼一個人物，就係在一個地方呢辦學校，有一個毒品隱喻的相關的一個生意，吼，後來呢，這個張祈福自己自家呢就提講，我哋嘅毒品吼唔可以買本自家狀況嘅人，可以買本騙人，係佢認真來經營一個存放嘅事務，係後來一個萬神帖呢，要慢慢嘅放起來，幾多人來到鴉片，還有幾多嘅少數民族，去鴉片神化。佢可以用網絡冇？可以哦，網絡幾好喎。網絡幾好。網絡幾好。而嗰片呢嘛有一個 7，有 7，有便利商店。便利商店，係嘛嗰便利，係一擺吼捱3月份過去嘅時間吼，一定特別呢更加都可以一個一定講 scan 啊，台本講 scan 就是係講一定。買東西呢可以用掃描的方式，像更加我哋嘅賴皮，好，幾方便，掃描一下就可以拿錢呢。係。嗰時等於都講更加，我哋講萬神帖已經唔像以前，算是伊哋算是我哋退休嘅國軍咯，去伊哋算是西藏嘅，而家就變發展咧變成伊哋算是幾繁榮嘅伊哋商業市鎮咧。錯，更加幾繁榮嘛係一個中繼站啊。哦，中繼站，乜意思呢？因為會多一點嘅片物資，吼，一個東西會多一點嘅片，個加去個山上嘅村咧安尼，係。哦，等於如果伊可能喺附近嘅山峰西藏嘅大廈地步，伊算是嗰種人係同時嘛，嗰繁榮嘅地方。係，嗰繁榮。剛剛我問你講，請問一下有沒有那個我哋講快遞啊，某東西？有 Q 嘅，好有 Q 嘅，係而家啲商店會個開太緊一些，係，佢係有點像乜嘅啊？
中盘商，中盘商，我几多嘅安尼中盘商嘅上天嘅片啊。咁萬神貼嘅話，而家差唔多研究一度研究咯。哦，也個無嘛嘅清楚，毋過算過太嘅族群咧啦，因為也個太型嘅法通會提嘅片期盼，所以分數過太嘅群咧。咁你來講，因為我哋講其實之前有一啲歷史嚟講，後來一定全部規劃變成泰國嘛，吼。因為以前是講有一段歷史嘅時間係唔啲係多到泰國冇接受一啲人，吼，因為真正喺歷史上面，伊就嗰屬於我哋中國嘅時候國民黨推出到嘅片係國軍，吼，嗰時後來如泰國有擺定幫因來嘅，咁今日來講嘅話，嗰片嘅人口大部分係華人嗰度，還是泰國本地人嗰度啊？哦，嗰片嘅人會講一定係華人嗰度人，係華人，一定會講一定係雲南人，係雲南嘅人，好，因為一定為中國嗰片過來嘛，係一定萬聖節嗰片嗰個特別一些，因為一定嗰片嘅少數民族嗰度一些，像一個傣族、阿卡族、傈僳族安尼。係有嗰度嘅少數民族嘅嗰片神化。哦，冇講下神化。係。咁你一般人講嘅，我哋講法嘅法師係講乜？講泰文還是講法文？哦，嗰片都係講法文嗰度。哦，講法文嗰度喎。係講法文嗰度，所以我睇到嗰片團嘅講法都係講法文。哦。係，所以我哋嘅感情會改好嘛係按呢。係啊。因為更加如開始講一個泰語，吼，又係講佢嘅語言嘅話，我可能係感情無限深。但是講到法語，真係都講到哦，這係他們的講法，自家也冇唔錯，係啊係啊。嗰時講到呀，我發現到講我哋以前因為泰國北部以前完全冇咁樣嘅，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嘅飛山還有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呢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內埔嘅邱飛山，飛山來到我現場，同你分享講，當初做乜個去我哋泰國北部嘅萬聖節，去我哋協助華文嘅教育。我想請問一下飛山，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當地還是用華文溝通過好嘛？吼、但是我想到講，因為已經假如係算是泰國嘅領土嘅嘛，吼。可是問題係，伊哋要用法文來教育，可是你哋去聽出一點法文嘅時候，第一個問題就講，假使萬人可以學法文咯，除了我哋喺本來喺當初嘅華人以外，我有配啲譬如講少數民族來學法文嘛？有哦，一定幾多嘅學生嘅來學法語哦，有一些係一定嘅阿爸阿媽本身係華人。好，有一些一定嘅阿爸阿媽係一個少數民族嘅人吼，做乜嘅愛送一定嘅一定嘅聲音嘅來學法語嘅，因為更加吼一個法語嘅市場幾大啦，有幾多嘅法語哦，會來到泰國來做觀光。吼，來旅遊，吼，來教安尼，一定就會有一個翻譯嘅需求，吼，也個聲音嘅，假使講會泰文，也會翻譯嘅話，對一定嘅工作，對一個發展，吼，會幾有加分嘅機會，嘛可以請到幾好嘅工作機會，賺嘅錢嘛會幾多一些，吼，一定會去大城市，吼。比如講係一個帕塔亞、普吉島啊，一個嘅旅遊觀光勝地來工作，一定賺嘅錢比一定在山上賺嘅錢係幾多倍哦，係，所以幾多嘅人會送一定嘅聲音嘅來到泰同中學來學一個法語，係，一定嘅學法語嘅時間呢，就係下晝頭，下晝頭4點到暗時頭。做乜嘅下晝頭呢？因為一定早晨頭嘅時間，我去上一個泰文吼，泰文嘅課程。就像我哋平常台灣吼，一個各種嘛去上課嘛，所以一定嘅20頭嘅時間嘛，去上一定嘅泰文嘅課程。結束後，過來上一個
太同中學嘅中文課程。啊，以前吼，一定送一定嘅新人嘅來到太同中學來學法語，主要係一個情懷啊，一定佢上嘅一定嘅新人嘅愛地底一個法語嘅文化。吼，省會下法語，我有一個會講法語。啊，更加吼，因哋嘅學校佢唱係有18進行嘅，唱一個補習嘅學校強用吼，到一個語言，到一個技能，可以幫伊哋去到各學嘅發展安尼。冇錯，總都有講到講，伊哋早晨係上泰文，然後差唔多4點以後到暗暝係上法語嘛吼。我上到講，喺強嘅地方，早晨上泰文，下晝上法語，還是講伊哋上泰文話又配得好高，然後法語又歸到太同狀況咯。係，伊哋上泰文又配嘅好高。哦，泰文又配得好高。係。下課嘅時間過來到一個太同中學，另外嘅地方來上中文。係啊，嗰時太同中學真係都能教法語啊！係，真係。我一次教過都講，4點鐘下晝4點以前太同中學全部教泰文，然後4點以後呢佢都教法語。好安尼哦，嗰時等於講，你4點時都看到嗰種人來上學。佢妙嘅事情係一定嘅學生嘅會騎眼鏡，騎嘅單車，佢就所以講到下晝頭4點嘅時間，佢度查咧，係好教來上學。來上學。咁伊哋而家用嘅法語，嗬，係用嚟等算是嗰種繁體字，還是用簡體字呢？更加我哋開同中學，嗬，一定嘅上課嘅內容都係用繁體，繁體字。啊，一定嘅教材都係為台灣嘅僑委會還有一個所謂的教總，一定來提供一個課程嘅內容，俾當地嘅中文學校來使用。所以，嗰時候你嘅時間去聽書伊嘅時間，等於講，伊哋用嘅詩同伊哋用嘅內容，其實同台灣嘅一種算是我哋上課嘅內容，其實冇差幾多嘛。因為同我講嘅，我哋咧教授大部分都台灣過去嘅。係，教授係我哋台灣過去嘅，不過內容會較簡單一些。內容好簡單一些。因為我哋嘅範嘅水準冇強用嘛，所以講一定學習嘅課程會較簡單一些。咁當初唔等太學嘅時間，開始整下啲國際志工嘅時間，唔等，譬如講唔等整線到嘅，嚇，唔等一期差唔多有多年同事，你咪有培訓嘛？哦，我哋一期差唔多會12到15個人，我哋面試過後，我哋會有培訓，訓練我哋來了解當地嘅文化，了解當地嘅文化。因為先做功課嘛，許多嘅片人可以也個講無縫接軌嘛，嘛可以個佢哋個權經安尼，我哋嘅培訓嘅內容就係針對我哋嘅法語嘅教學。準備一些我去定幾片做發通啊，也係種文化嘅交流，會做一個培訓安尼。有一個重要係一定嘅台北一個地方，一定每一年都會舉辦一個國語文競賽，台灣講一個國語文競賽。我哋呢會去先去幾片培訓一定嘅學生先數。來訓練一定演講啊，個朗讀啊，還有弟子規，還有閱讀測驗、作文，一個項目，所以我哋嘅台灣嘅時間會先準備一個課程來預備。等於如果唔能夠聽書而哋去培訓先數啦，咁按你同行來講，也俾我哋講國語文競賽，其實對當地來講算是一個。算是你佢創業發通嘛？佢太發通所有台北華語嘅學校嘅學生嘅攏會來到呢個地方來做比賽。來做比賽可是你的意思講，其實睇唔單止個萬盛聽冇得講其他台北地方，嗰時有幾多嘅法文學校係咪？係台北有幾多嘅法文學校差唔多有幾多間法也定講村咧有咧。講法嘅差唔多40多個村咧，應該講乜嘅台北華人村，
轨道古时我哋去了，可能嗰方片的吼。系啊。因为我哋从头去到讲我哋去到清迈啊，什么是海把我哋请来。请来，就是冇想到讲我哋真係可以用法文。可以上空佢可以上空，係啊，家人啲海把都真係是無縫接軌，都真係你去嗰邊講法語。咁通通唔講都講，譬如講你去到嗰邊要脾氣一定講演講啦、朗讀啦、好閱讀測驗嗰度，咁唔能喺台灣，我先準備好。哎呦，譬如講，萬一你平常冇啲演講啊，你這個按用去訓練咯。係，所以講我哋嘅台灣嘅時節，我先準備好，我先了解下嘅比賽嘅項目，我EP 乜嘅能力，有乜嘅我比賽平常時比賽有乜嘅規則，一個評審審查，我看嘅評分嘅標準係乜嘅，針對一個去做EP，因為我哋太好上，慢慢唔應該人都會一個。我唔知啊。跟第二都講，我靠，唔能睇台灣的時間，如果提供嗰種評分的細節呢，哈，嗰種細節的如果提，然後去到嗰邊的時間，都馬上都高一點，跟住對外個來嘅教練馬上攞過來，但是你喺乜個時間去喏？我哋都係睇暑假嘅時節。佢暑假一定無聊哈？好，一定無聊。一定無聊。一定係一個泰國嘅一個講一定嘅教育嘅時間，同我哋台灣冇共用。好，一定係差唔多4月份潑水節。好，一定講一個送柑。好，一定嘅潑水節係一定嘅新年。好，所以一定係放假嘅時間係4月份，同一個15月份。好，所以我哋放假嘅時間一定係上課，嘛因為安尼我哋先有辦法去到嗰邊去做服務，去做我哋嘅培訓。好，安尼頭好啦，另外第二想講，冇啊，你寒暑假，一定嘛寒暑假，那中華人方言咯，一定平常人講個潑水節啦，哈，送柑節係一定嘅公園，嗰屬於一定7、8月份嘅時節係一定嘅學期嘅時節。咁你去到嗰邊出嚟，去聽書一定去比賽啊事情以外，應該話有別的事情嘛？係，平常我哋中正大學吼，我哋有一個好嘅服務嘅一個中心吼。你可以講我哋唔可以打擾一點，好，不要去打擾當地。我哋就從係一個合作者，好，協助者，好，可以等會需要乜嘅幫助，我哋隨時應變，好，像講幾片嘅欣賞，假使講向身體冇爽快，好，我強加，我哋就會合助我哋欣賞來上課。家同伊講唔見嘅課程係乜嘅，吼，因為伊哋嘅學校國小嘛，嗰種對太學生來講，還可以來去教書啦，還可以係。我哋嘛會合作伊哋嘅分享嘅整理，吼，比如講有時間我哋會去做彩繪，吼，伊哋嘅一個牆壁吼，同伊哋彩繪。嘛會合作一點做一些一個社區嘅一個佈置，好安尼。好。咁從來講嘅話，即係1年生都開始去嘅。係，太一。你去到移動年生啊？太大四，新年生，新年生，係我新年。對，還有人都變學姐。變一個兩隊。兩隊哈，都對，如講真的是太好嘅新年明年嚟去準備。係明年。嗰時，然後開始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唔好講，其實對當天嘅感情佢深。係。好，等於泰國最珍貴嘅4年嘅時間，明年就歸去泰國北部。咁對泰國北部發等於如果而家連學校嘅線上教授全部都屯歸屬嘅吧？我係講顏色咯，係講顏色，係。嗰個談到有片，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台灣同我哋泰國嘅北部嘅關係還是幾好，唔單止講我哋早期歷史嘅關係，但是我哋都更加我哋人強人哋後生嘅，嘛用以華文教育，其實把兩片嘛強項來。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埋嗰度嗰前菜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
上个节目来自屏东内埔的飛山來到嚟現場，同嚟分享講，當初伊喺泰國北埔嘅萬神帖嘅泰同總學做嘅事情。我想請問一下嗬，因為其實喺我哋福起來嘅其他節目直播時間，我哋要訪問到講，我哋以前泰研約轉學，你見下泰研嘅科技太好，以前咪有一啲國際志工團隊去我哋泰國北埔。咁將人來講嘅話，譬如講泰同總學啦，無論講我哋萬神帖嘅地方，係咪能唔得好講啦？還有講有其他好多去到咁嘅地方啊？有我嘅時間7-8年嘅時間嘛，太學生嘅假期嘛，還有幾多嘅學校會來到泰東總學來服務，像我哋嘅原子長隆大學台中教育大學，有時間也嘅台大嘛，有過去過做過服務，幾多學校係輪流來做服務安尼，每個學校做嘅服務一定針對嘅方向針對嘅主題都冇共用。像我哋總正太行嘅，我哋會針對一定嘅漢字文化節，就頭多講嘅一個國語文競賽，嘅培訓為主。原子大學呢，一定會關心嘅學生嘅英文嘅學習，所以一定經常會舉辦一個英語歌唱比賽。每一間太好所每年做嘅事情都冇共哦。嗰次嘅希望係我哋講冇共用啦，唔可以講我哋咧講作為重疊到安尼，唔可以搶朋友嘅舌頭嚟做。但是同時都講，第二都講，台灣咧冇共用啊，學校去嘅服務第二路，把我哋嘅服務嘅一種面向嘛變得幾慢嗬，唔單止講我哋咧中文嘅部分、英文嘅部分嗬，可能係其他嘅嗰種環境服務嘅部分嗬。咁我就想講，咁當地嘅地方嘅欣賞係用嚟產生嘅咯。一定嘅欣賞一定欣賞會有從幾多嘅地方來，有為一個緬甸，嘛有為中國來嘅，幾多嘅嘛係一定同啲嘅人才一定都係各種了以後也係講各種以後，一定就可以來搞個時候。你好，嗰時候伊都唔係想話人講，人哋愛讀師專啦，無都講人哋師範大學啦，那可以來搞。嗰時候伊哋可能高中畢業以後，嘛係因為講當天嘛冇按多年啦。冇一個制度上嘅培訓啊，一定會有一些培訓嘅課程，我哋嘅僑委會嘛有針對一個僑校教師有一些培訓嘅課程，一定有時間可以來到台灣哦。來到台灣來做培訓，一定嘛會有一個公司來線上來到當地來做訓練。大部分一定嘅線上都係一定自家中文嘅能力較好一些，有語言嘅話，基本上都可以來教書嘅。嗰時候你講，等於講用我哋嘅太學生嘅中文字嘅來講嘅話，應該係蠻可以去教一點啦，嗬。係，而家我哋太學生嘅中文嘅水準是嘛係幾好嘅。係啦，對一點來講。嗱，嗰日我唔話希啦，哎呀，你話要誤人子弟啊。我哋有時間嘛會幾講哦。所以我哋現前可以做好幾多嘅一個服務心態嘅建立。冇唔錯，我想應該唔會啦，因為其實我相信睇緊語嘅總之太好，即個水準應該幾高。但是你去到，比如講去到安度班太好有去過嘛？哈，邊個有去過去？到底也嗰場地方有本人的印象幾深嘅事情？有兩件事情好，印象幾深。第一擺呢係我冇記得係哪一年嘅，我有7家過去台北，參加一定嘅過年一定會去高鐵會去舞龍舞獅。啲娘娘啦係一定嗰片華語文化幾層嘛，所以嗰個氣氛幾多。一定會去一個緬甸來去拜年。緬甸係隔壁，好都隔一個邊界嘛。泰國跟緬甸最北的交界，泰國按做一個美賽，緬甸嗰片按做大其力，過一個橋，
吼，又係過去緬甸嘅，嚇，也講啲機飛在台灣嚟講貴少嘛，因為台灣係海島國家，係啊，這片係陸路國家，啊，幾多安尼就會過來過去啊，就出國了，吼，這樣安尼，啊，一定帶我去一個緬甸拜年，啊，因為緬甸這片呢有我哋喺當中好畢業嘅學長啊，好學長學姐，在個緬甸有一個收省里啦，係啊，我哋會去拜年，啊，一定呢就走我去啊，啊，走我去呢，啊，我講啊，我愛辦一個簽證冇，係啊，我用嘅過去啊，一定同人講啊，唔怕，同我哋去錯嘅，唔怕。啊，我哋要下山的哦，吼啊，坐一個雙條車雙條啊，坐一個雙條車，啊，一台車位差唔多10個人左右，啊，過去已經到人嘅一個講乜嘅關卡，吼，那個愛過去嘅那個關卡吼，啊，結果呢，我又想講啊，做乜嘅研究冇過去呢？係咪叫乜嘅問題？吼？果然吼，就係有問題嘅，因為我嘅膚色冇暗沉啊，貼拍嘅，啊，一定嘅緬甸嘅一個按做乜嘅啊檢察官嘛，一看唔錯個，一個細毛唔像，唔熟悉嘅面啦，真的，唔熟悉嘅面，唔像泰國人嘛，唔像緬甸人，係，啊要定下來嘅，係我想講話，哦，用格啥，係，啊我還跟學生討論說。我等一下會不會被抓去小房間？怎麼辦？這樣子啊，好上嘅哦，歸鎮定哦，唔怕啦，等下都好嘅。個人等下10分鐘，好啊，送茶嘅，還有過去嘅，還有過去緬甸嘅，好啊，在法律上安尼。很做偷渡嘛，係啊，佢前面嘅情況，啊，我哋係當天就來回啦，係啊，對於佢哋來講，常常會有當天來回，安尼幾頻繁呐，係，所以冇乜嘅稀奇嘅事情安尼。咁你即刻來講，反正最近去回去台北嘅時間係乜個時間呀？上2024年嘅3月份。去個參咯？哦，我去參加國泰嘅紳士哦。真哦，你有冇幫個紳士講來談談啊？台北吼有國泰嘅紳士，就係講一定講一個329，哦，台灣講329，哦，一個反毒青運會，反毒嘅搶贏運動會，啊，嚟講。同人家介紹嘅時間，我哋講，一個運動會吼，就像我哋客家嘅溜隊運動會。哦，係哦。係溜隊喺幾多嘅客家村咧來到，吼，伊啲村咧來比賽嘛，啊，想讓人哦咩啊大家來交流嘛，啊，一個329啊，吼329啊嘛，係強樣嘅一個。想法吼，啊，一定嘅華人村哦，哦，幾多嘅華人來到一個其中嘅村咧，吼，棋盤村，啊，喺啲一個村上，啊，食飯嘛係一片食飯，係，啊，來比賽有籃球啦，哦，足球啦，幾多嘅比賽。所以我一拜呢去參加嘅泰紳士。咁你去參加去比賽，還是去做裁判咯？攏有呢，係，我去比賽籃球，啊嘛有工作人員，係聽說啦，因為幾多年來係幾多嘅事情會無限呢。嗰種人嚟，譬如講睇好似遊戲嗬，其實喺咱們我嘛可能陸陸續續遊戲啦嗬。未來咯，未來有上到講團幾片有乜嘅，譬如練習啦，冇你未來嘅發展有乜嘅計劃冇？未來嗬，希望有機會嘅發行嘅，另外上嘅一個做一個旅遊業啦，嗬，啊一個規劃一個深度旅遊，啊又係行一個搶來，嗬一個蠻興啲嘅一個行程。因為平常時幾多嘅旅行社冇一種係冇規劃一種嘅種也冇去一種地方啊，係所以講我想講愛辦一個旅行社啊，經營在地的這樣子的一個旅遊活動，啊過來呢嘛有想講可以來做一個翻譯嘅事業，係一個連接台泰的年輕人，哈，一個人才來做翻譯的事業。
早期台湾对我哋嘅泰國北部來講吧，係有一種歷史的一種牽連，冇想到講，喺安多年以後，我哋泰國同台灣的年輕人，嘛用無同嘅方法又幫強下嘅。今日各位感謝我哋非常，嚟到現場分享安吉菜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電視上嘅朋友，多謝大家。休息下我都聽下你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